大家好，又係我 Derek 同大家分析下聽日喺 Melbourne 嘅費明頓馬場舉行嘅一年一度維多利亞打比。今年香港馬會轉播9場賽事，嚟聽日呢場大賽呢，全日嘅重心賽事呢，就會喺第7場1點20分香港時間舉行。大家都會將重點放咗喺呢隻 Odds-on Favourite 觀察家身上，係嘅。上場薛海華贏呢個滿地谷平呢，贏到甩晒，最尾8-5米仲收姜，搞到佢俾維省嘅賽馬會罰錢嘅。但係唔好忘記，上一次呢係跑2040米，同埋係滿地谷。今次費明頓係全個 Melbourne 最長直路，究竟呢隻馬有冇咁嘅長力去應付？我估呢隻馬應該都係會放頭跑嘅今次，因為佢上次贏滿地谷平都係放頭跑。但係Odds-on Favourite 咧唔係好利嘅，傳統嚟講喺 Victoria Derby 呢場賽事咧唔係好有利，我就唔會選擇呢一隻。第一冇直播率啦，雖然係藍營，但係反而我睇中藍營嘅另一隻，一陣同大家講下呢隻配腳。我呢場嘅重心就係3號嘅秋日迷離 Autumn Mystery， 大家睇下我為大家準備呢2場佢近2場嘅賽事。第一場咧，大家會睇到啦，就係喺費明頓馬場啦，佢直情係有贏過費明頓嘅。OK， 佢費明頓馬場咧，佢係贏乜嘢啊？同場決鬥精兵同埋選擇權嘅。OK， 即係呢場馬，呢2隻馬都有份跑。大家睇到佢喺大外檔大外一氣，由薛恩大家唔會陌生啦。薛恩係今年 so far Flemington 即係費明頓啦馬場嘅最高勝出率嘅騎師，上名率達到62%，咁你可想而知佢幾犀利嘅喺 Flemington。佢呢場馬西出大外檔最後贏 0.2 個馬位啦。雖然呢場馬你會睇到，大家睇到條片啦，唔係話贏得好遠，贏得好 convincing。不過隻馬本身能夠喺呢個位大外一氣追上嚟，其實係好唔簡單。呢場馬亦都係呢個練馬師 Rory Hunter， 中文就叫韓耀盾啦。Mr. Hunter 咧第一場嘅 Metropolitan Win， 即係我哋叫城市馬場嘅第1 Win。好啦，原來呢隻馬咧犀利啦，15,000蚊澳幣啫。OK， 不過佢哋都好有信心，練馬師對呢隻馬好有信心，覺得佢哋會可以越跑越長。跟住贏考菲爾德經典賽2000米啦，今次佢又可以守內欄喎，亦都係薛恩。留意呢隻馬係由薛恩開齋嘅，跟住連續2場都係薛恩騎，今場亦都係薛恩。大家睇到呢條片啦，佢今次佢就選條內欄，亦都好精彩贏得。今次咧就贏遠少少啦，比起上一次，亦都係長啲。咁呢個就係喺考菲爾德馬場嘅，即係話簡單啲嚟講，呢隻馬係可以適應任何場地。天氣咧，我哋預測睇到個天氣預測咧唔會落雨啦，淨係多雲啫，大約11至20度。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咧場地騎師亦都係好啱呢隻馬。不過唯一有少少隱憂就係17檔啦抽。咁但係我相信薛恩呢個咁有經驗騎師係可以克服到嘅。配腳我會揀，其實都係輸過俾佢嗰啲馬啦。5號嘅選擇權，5號嘅選擇權咧喺滿地谷平都有份跑，就嚴重受阻，結果咧就跑一個毫無威脅嘅第5。我唯一最唔中意就係個騎師考飛，係啦。咁但係冇辦法啦，佢都攞翻呢隻坐騎。其實個練馬師咧，Calvin McAvoy 咧，其實真係同阿希斯好有淵源嘅。呢隻我揀第2配腳啦。我最中意咧，其實就係11號嘅。OK，11號就係決鬥精兵 Engine of War。其實你睇到呢隻馬咧，2次都係輸俾我哋心水3號嘅。OK， 咁擺貝湯美啦，大家對貝湯美應該唔會陌生啦。好啦，最後一隻配腳咧，我就會揀翻4號妙華。OK， 妙華呢隻馬咧就由查耀星Jordan Charles， 其實佢就係鼎鼎大名嘅查宇成嘅公子。
咁其實呢隻馬亦都係輸過俾 Autumn Mystery 嘅抽人命嚟嘅，咁所以呢場馬呢，我就會俾3號拖4、5、11，祝大家好運。